Good morning，早安。哎，刚刚弄错，所以就一直没有出现。一直认为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哎这样。Hello，早安，大家好。哎，我需要这个白碟，然后，OK，OK，这个为什么不动啊？早上好。我们我大概这个1个小时或是更短一点啊。如果有上班的人哦，就看一看就好了啊。那首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听得到吗？声音听得到吗？啊，我们身体的这个皮鲁气制奏很重要，或是说如果身体不行就可以做别的就是椅子上也好，或是说双旁等等这些可以，你可以金刚加辅坐，还是上盘，还是荡盘，或是你真的不行呢，就是在椅子上都可以但是如果追求希望能够可以金刚加辅坐的话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练习那就我会示范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你以后慢慢的练好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练习这个。那我简单的一些做就是你们也可以做这个动作让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骨头可以张开，所以稍微练一下这个，或是这个，然后做这个，就大概
这个中间，然后这样也可以推，然后当然是这个，大家可以练这个，一边看电视一边做这个动作。好，再来，排左气。肚子缩起来，这样。这个叫做躲气。这个叫 warm up。好，今天教大家怎么样去持气那持气有4个窍诀或4个方法，重要的4个方法。除了这个排浊气，再来就是练 on 轰的这个呼吸法之外，那么下一个就是我把所谓简单的来说明，所以持气呢就是有4个窍诀，4个重要性第一个叫做吸气这个叫吸气。那这个吸气，我先描述一下，描述一下，再来释放，再来我们一起持气吸进来就是吸气，再来是持，或是吞个口水，再来就是憋住止住。那止住，这每一个都有它的很多的内容，就是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可以进步的空间。但是首先就是记得就是吸，有的口水没口水没关系，就是你做了这个动作，这样的一个动作。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肚子，因为这个比较难，稍微难一点点平常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会排便，知道吗？排便的时候呢，我们的肚脐左右这边就会用力，就排出来。所以持气的时候，其实因为一些人他们认为就是
当然持气这件事情是说啊，丹田用丹田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持气的时候呢，就是是用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吸气、憋气，再来。所以吸气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所有的气都在肺里面，不可能我们的就跑到这个丹田，丹田只是一个动作，所以你这样，那你的吸进来的气是在哪里？就是你的肺里面，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你只是把这个食道跟这个的 muscle。我们的这个肌肉，就把它让它锁紧，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排便的这个动作，但是不是这里的的这个动作是这里的排便的这个动作，这个就吸憋持，这个叫做持，真正的持气的持是这个动作，而不是这个就跑到这里去，没有。肺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像一个袋子一样，肺有下面底，而不是底通道了到你的肚脐是没有这样我们这个身体的架构都是这样嘛所以都是在你的肺里面，让我们的呼吸不要再呼吸，就是吸进来之后呢，止住憋在这个肺里面。但这个同时我们需要做一个这个动作，这个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丹田这边是有一点我们的肌肉作为撑住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太撑住，不能太强缩尾就是鼓起来。那这个同时我们能够可以的话，就是我们的下面就是所谓提肛那这个提肛需要一个注意，就是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在意这件事情。你只是持住了之后，做了这个动作丹田稍微鼓起来之后呢，你只是微微的心里想我就已经提肛了，因为这个提肛会有时候会困扰你的精神，或是你比较没有办法安定的一个心态，他会一直觉得你需要提肛，所以你的一个因为我说瑜伽是和身心和身心合一的意思，所以假设你这个身心没有办法合一的话，一直身心分离，那就有一点困扰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太在意这个丹田提肛是怎样的时候，因为提肛它平常其实是松的一个状态，当你在持气的时候呢，它是缩起提肛拉起的这个动作是有点困难，会困扰，但是你必须得还是做这个动作也记得不要有太大的困扰只是你微微的心里想我有提肛那所以呢，那我想这个叫做我刚热大胆旁娃，我们在藏文里面大胆旁娃呢就如同射箭一般我刚热
yen 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动作的意思，但是这每一步都有更详细的一些运用的方式，或是它的应该是说运用的方式了啊。还有同时跟大家说早上喝姜，那中午过后呢就不要喝姜，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那早上喝这个姜呢，其实在台湾呢，尤其是冬天，有一点冷，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些的注意，就是关节会痛，关节跟腰、膝盖，然后很潮湿，可能身体的湿气很重。那我早上姜把它姜片切完之后呢，用那个打果汁机来打，打完之后就是水煮，水开完之后就是过滤就喝，就整个身体热起来，然后排便很顺畅，然后这个关节这些就比较少会痛，尤其是早上刚起来的时候走路，有时候这个关节有点会痛痛的，然后这个腰它也不会很严重，但是就会痛，所以自从喝了这个姜，当然你也可以加牛奶、红茶，你加牛奶比较顺口，对我来讲，但是不要加糖，糖会燥热。所以这个就保平期。那这个我还没讲完，这个最后的这个如同射箭一般呢，在一个大概你可能吃1个小时、半个小时、10分钟，最后一次就好了，不要一直如同射箭一般的那种放就是所以再做一个示范，再重新解释一次比较好啊。所以这个就我刚日打的旁话4个就是洗、背、吃、射这4个。那这个呢，因为它有些不是在我们手的动作的方式里面，而是在肚子跟肺部的一些动作的方式，所以需要一直的解释，又不然比较难了解当然你也自己释放一下，自己在练习的过程里面，你有很多的为什么那这个我们再讨论你们可以给我社讯message 社讯给我，但有一些疑问我还没有我等一下会你们这个一些问题有问我已经读了，我已经看了，但是我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整个身体热起来。那这个为什么戴这个帽子练瑜伽的时候我都会流汗，所以它会吸汗，很方便。那首先就是把身体里面的气吐出去之后，不能太快 ，OK？ 不行这样 ，no，
后非常的微微的细微的从全部鼻孔里面。通个口水，同时你的肚脐周围鼓起来，然后这边微微的排便的样子。OK， 之后稍微提肛。那如果你是做这个动作，还是做这个动作看你我先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像昨天一样，就是压住这边，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膝盖这边，OK。因为你第一次呢，就不能憋太久，大概15秒、20秒，再来就是1分，最多大概1分钟，然后再慢慢的说，大概1分钟左右就好了但是呢，就是先从20秒30秒，慢慢的去练习吸进来吐出去差不多一样只是长跟慢而已。吐的时候呢，就是全部吐掉，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你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吃的不对就马上头痛，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是憋气，憋是一种那种整个的肌肉跟力量会上升，上半身一直上升，所以你没有压。压的意思是什么压的意思就是你做一个吞口水的动作跟排便的动作那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提肛提得太用力我们的下行气一直上来，然后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没有提肛，然后这个压得太用，也是上行气下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气我以后会慢慢的会跟大家更详细的解释，但是
今天先练如何持气这个持气呢，当然就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好多的空间可以发展那这个时候比较好的进步的方式就是，当你持气吃完了大概先3次4次吐气，然后持气吐气的这个大概3次4次以后，就开始身体开始有点温暖那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要有那种头晕晕的那种感觉，那就不对，绝对是一个我刚才说的这4个里面，可能3个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我们平常讲说弄 Jorajidi Machina原地计划性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如何只是走气的方式，不知道如何运用的话呢，那就不会增长你的功德，不是拜拜的功德，它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的温度，的一些它的好处。那么这个持气对我们好处就是我们人体就是大概这样的，平常我们的吸气呢，就是大概这个空间。那么就是外面的这个这个空气然后到了肺止住之后，变成它是一个冷跟热的结合，就是从外面接来外面的氧气，然后再把它弄成OK 日了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可以运用在我们散发到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是或是说脑，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需要很多的氧气就比较不会累，然后会身体里面的代谢是水分或是氧气来去氧气来去应该是说打我们的代谢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里面的细胞是需要足够的氧气去活动，所以因为不够氧气就比较慢代谢跟容易疲劳，所以我们一直那第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比如说呼吸是心跟我们的心跳跟呼吸是结合的然后我们的肺其实是当你在紧张这些的里面呢，一个人比如说就是紧张，那这个紧张的人呢，其实是呼吸是快或是慢或是短或是长的一个状态里面，它是一个很不定的一个状况，所以让我们把这样的练习呢，其实我们的肺是一直会扩大之后呢，同时就是足够了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氧气，所以补充氧气，我们首先呢就是补充氧气，也同时扩张我们的肺跟肺的火量肺火量，也同时会温日，所以你从大概早上排左气，那排左气当然那天应该有我解释，就是一定得我们的鼻子不能有鼻塞，你看我这边有一点鼻塞，
这边没有，这边一点点的比赛，所以这个比赛其实是等于某个整个身体的气的运行的一个地方是有一点堵塞的意思，所以这个吃气吃完之后呢，其实是鼻子是很容易痛，那代表什么？就是我们身体的氧气开始足够。好，轻轻的吸进来，这吸满，把这个胸打开。吐出来的时候呢，也是你的这个手也是散开。吐出去。那这里我做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就是你也自己测试看你做的好不好，然后比如说吸完之后憋气，然后吃气，吃完之后你嘴巴稍微动一下，可不可以动？嘴巴可以张开吗？嘴巴可以动吗？那表示你的吃气开始已经慢慢进步了。因为这样吃气吃完之后呢，如果假设你就嘴巴没有放松，肩膀也没有放松，所以呢，整个力量全部挤在这个肩膀跟这个脖子或者头这边，那这样就很容易会头晕跟不舒服，所以我会平常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知道自己的肩膀放松，然后让嘴巴张开。那如果这个张开过程里面完全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的话，那就很好。那如果假设你这个没有放松，觉得卡卡的，容易吐出去的，气吐出去的那种感觉的话，那就完全没有这个放松，所以不好。所以你一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下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这样子，大概这个左右，肚脐的左右，你气测完之后呢，所以它缩尾就是硬硬的，不是软软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是维持。那这个动作就有很多的，就是空间更可以发展，甚至它是动态的状态或者静态的状态，慢慢可以发展。这就是简单的一个持气的步骤啊，4个步骤，那先练这4个步骤，练完之后，你就一次不要练太久啊，慢慢的进步，大概5次，先5次，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让它进步，那你身体稍微动一动。如果可以，盘腿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沉住，然后可以跳起来，手尾这样。那如果这个慢慢的就是进步，所以我们有时候身体所谓侧背，然后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左边、右边，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脚越来越会放松。但是小心啊，不要打太用力啊。更放松啊！这些动作我会慢慢的教，一步一步来教啊。先能够这个金刚加辅做。那你也可以，如果简单的一些动作，就是你也可以收尾，这样可以慢慢的身体可以稍微动一下，这是看你啊，因为有些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所以做这样。那这个准备就是跳，简单的跳的意思，稍微这样，你也可以，但是这个比较慢慢的练，到这里，然后你可以嘛这样，可以站起来这个上面，
后调起来，再这样。这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松开，让它松开。OK， 今天如果有问题哦，就给我写信。今天到这里，感谢